Hello，大家好，煎餅仔啊，歡迎大家嚟到煎餅馬前炮。OK，咁就嚟緊啦，聽日啊1月25號啊，咁就跑呢一個沙田嘅草地啊日賽啊11場賽事，咁就有啲大賽啊，咁就除咗第3場啊2班2000米咁就天象龍區啊當年情呢啲咧高手之外咧，咁就第9場咧都係2班1200嘅，咁就笑傲江湖啊，即係當日好強嘅陸續無限啊，咁就另外仲有啲包裝福星啊，呢一隻真係跑完打比之後再出翻啊，終於咁就標啲星河啊，即係潘頓呢隻掛頭牌嘅，咁另外就當然仲有2場真係1級賽大賽啊，咁就第6場嘅8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，同埋第8場嘅1600米啊，群星聚集可以話係群雄亂舞啊，咁就係呢一個1600米嘅董事杯嘅，即係浪漫勇士王者之戰遨遊起跑，咁就多寶方面啊，即係今次就馬會就3T 有多寶啊，第5、第6、第7場咁就400萬多寶，咁另外孖 T 啊第4口嘅，咁就第8場、第9場呢亦都有50萬多寶，咁另外就4年華及4重賽方面啦，第6場啊8週年紀念短途杯同埋第8場嘅1600米董事杯都係多寶嘅，咁就今次嘅馬前炮就相對嚟講一講就2場大賽啊，即係買呢一個4年華及4重賽嘅第6場8週年紀念短途杯同埋第8場嘅董事杯。OK， 咁就講一講第6場先啦，一個1200米1級賽啊，即係3關嘅頭關嚟，都係一個短途3冠嘅頭關。咁就1200米啊，咁就當然啦，即係嘉應高升呢一隻馬呢，依然都係非常之強勁啊。咁就自從啊，即係12月14號啊，258場次嘅浪琴香港短途錦標之後，輕鬆奪冠啦，可以話係輕鬆係3又3/4個馬位。咁一奪冠完之後呢，咁就沿途操練方面都絕對都冇咩瑕疵嘅，隻馬都係咁啊，試埋副沙田泥集嚟講啦，即係潘頓幫佢試啊，當然咁就依然都係基本上即係馬王姿態喎，即係王者姿態。基本上呢一隻馬咧，而家5歲嚟講啦，大熟大勇，冇得唔揀嘅隻馬都。即係今次嚟講啦，即係出馬7隻啦，呢一場1200米，呢一隻馬應該都同上次都差不多啊，即係連勝彈出啦，收個4檔咁樣啦，一放到底啦，咁就即係冇咩威脅地咯，即係可能最後時間都係1分07秒3啊，1分07秒4咁上下，即係輕鬆奪冠啦，應該係。咁就4重彩都話其實就要睇一睇第2號啊，即係驕陽明區之後去到第7號嘅幸運遊，你睇邊一隻係比較機會大少少啊？咁就我喺排位篇嗰時都講過，其實就我會覺得即係3號呢一隻舉步新風同埋4號嘅精算暴雪較為清鮮少少嘅，咁就2號先啦，驕陽明區啊，呢一隻馬就係布文啦，咁就今次係布文繼續騎翻呢一隻馬，呢一隻驕陽明區其實今個出錯咗3次嘅，感覺上其實有少少退步啊，即係相比上季咁啊，輕鬆到1分07秒7啊，1分07秒9咁樣咧，今季係3次嚟講1分08秒嘅，即係時間方面就比上季其實可能真係稍為緩落少少，咪用多咗。呢一隻馬其實一睇體重的話咧，今季嚟講都同上季差不多啊！咁上次出完啊，即係都係上次嗰個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，出完之後咧，沿途操練功夫同埋睇課習嚟講咧，試咗2課習㗎，即係布文幫佢試咗2課嘅沙田泥習啊，習嚟講都係普通跟跑而回喎，你話追勢嚟講都唔算話咩特別大嘅追勢，不過呢個賽咗項名試習都係咁樣嘅，即係唔會話真係好薄啊，或者真係輕輸腳頭就算咁樣。呢一隻馬我覺得以今季即係出賽3次嗰個咁嘅狀態嚟講啦，即係上次輸4有幾個馬位啊，即係如果鬥衝都呢隻馬本身上季嚟講鬥衝嚟講唔錯，但睇下上次嗰一次嘅出賽咩時間講22秒5啊，最尾分段時間就頗慢啊，咁當然輸俾金鑽貴人啊、精算暴雪等等啊，咁其實呢一隻馬的哇，我覺得今次嚟講啦，雖然出去1檔，我覺得都未必揀得到呢驕陽明區。我覺得如果4重賽及4年話，呢隻馬可能都要飛，冇辦法地。咁之後3號啊，舉步新風啊，呢一隻基本上就必定要揀，因為始終你出馬7隻的話咧，舉步新風唔揀邊隻啦？基本上個個平台都揀㗎啦，我諗相信即係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轉咗麥道朗，即係2次嚟講交出好表現啊！即係而家基本上呢隻馬去到5歲嘅時候咧，比4歲嘅時候更加當鋭啊！咁4歲嗰時候真情跑嗰場經典恩利啊！咁當然嚟講，即係個馬嘅血統啊、實力方面亦都唔
適宜跑咁長。1200米係首本嘅，1400米可能都略嫌長咗少少隻馬，1000啊1200可能好啲，可能1200會比1000更加好呢一隻舉步新放。咁就前兩次啊，即係轉咗麥道朗騎其實沿途都係守喺啲居前啲嘅位置嘅，即係嚟講一隻馬嘅，即係發力點啊，甚至乎守韁成嚟講麥道朗都幾啱啊，即係幾啱發揮隻馬度。咁就最後兩次啊，即係近呢兩次嚟講都表現都唔錯啊。咁體重方面而家重咗少少啊，即係相比1180幾磅有1201磅咁樣咧。咁啊唞咗40零日啦，咁啊操練功夫非常對版，睇埋呢課習啊，即係從化即係草習嚟嘅。咁啊周俊樂幫佢試啊，1月16號隻馬嚟講壯健咗好多喎，即係基本上留喺啲後面嘅位置啊。咁去到直路嘅時候啊，都係輕輕咁樣一帶過周俊樂，隻馬已經湧上嚟。因為去勢嚟講，即係覺得今次啊呢一隻馬一定要揀，因為個勢嚟講真係比即係之前更加當銳，即係比我講緊係比上次嘅浪琴短途錦標嘅時候咧，隻馬狀態嚟得更加好。咁我今次係重配麥道朗，基本上都不能不揀嘅一隻舉步新風，咁就絕對係4年華四重彩之選嚟嘅。如果買 Q 的話，呢一隻馬同埋精算暴雪都要套啊，絕對。咁就之後講一講4號嘅精算暴雪啦。咁呢一隻馬今年係6歲啊，咁就雙歸嚟講贏咗2 win 啦。咁當然之後200基本上未逢敵手啊。咁去到而家嘅分數啊，100幾分、110幾分嘅分數度啊，而家多次入 Q 啊，呢隻馬即係取代咗即係上季嘅嬌躍名區嗰個位置。因為上季嬌躍名區係多次跑第2啊嘛，即係同埋呢隻嘉應高升跑咁樣。咁今年就變咗一精算暴雪啦。咁啊3次第2啊，咁啊1次輸俾好有心得，1次啊輸俾舉步新放。咁最近呢一次啊，即係啱啱跑完呢一個浪琴香港短途錦標，又僅敗於呢個嘉應高升。但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如果論追的話，呢一場嚟講啦，我覺得即係你嘉應高升會放啊嘛。咁一論追的話，精算暴雪啦，同埋幸運有你會覺得比較清線少少啊，因為舉步新風可能都留喺啲前少少嘅位置，後面的話最後應該都係精算暴雪嘅，都留喺最後咁樣。咁幸運有你今次嘅檔位問題應該會擺翻前少少嘅，我覺得，同埋啲馬少啲嘅，相比之前14隻馬而家都係7隻馬咁樣。咁啊最佳時間1分07秒5啊，呢一場係剛排第3啊，僅次於嘉應高升同埋好有心得。呢一隻馬上次啊，即係跑完之後啊，咁就冇去從化呢隻馬，即係留喺沙田嗰度咧。沿途操練功夫都非常對版，睇埋兩課習啊，即係兩課都係沙田泥習嚟嘅。咁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都係喺啲即係蔡約翰咁樣，都係留喺啲居中啲嘅位置啊。咁啊輕輸腳頭咁樣啦。之後隻馬嚟講狀態 keep 住有，咁快到幾課24秒啊，25秒2、25秒6嚟講，時間嚟講都唔錯嘅隻馬。去到6歲啊，呢個分數嚟講得都唔係呢個分數啊，呢個咁嘅狀態嚟講咧，4年華四重彩一定要拖埋呢一隻。咁就賠率方面，今次嚟講都唔會話上次咁樣噶100幾倍去到，咁啊今次嚟講熱翻少少啊，始終入完 Q 啊嘛。咁就精算暴雪要買嘅，其實即係4隻嚟講。咁之後其實都係推介4隻啊，今場我都係唔會推介即係唔會推介5隻，始終7隻馬咁樣。咁另外好有心帶去到5號啊，呢一隻就希斯啊班德里嘅馬。呢一隻馬其實今季又當然去到即係7歲嘅時候，真係高峰期喎。本身94分啦，即係上季講6歲嘅時候啊，上季6歲嘅時候開季嗰時94分，去到季尾去到86分，即係輸咗幾場咁樣啦。咁就穩穩樣樣，有時又入下 Q 啊，有時上下名咁樣。咁就由季初係94分去到86分，咁之後去到今季啊 OK 84分起步，而家去到110分，連贏3場，贏2場2班賽，之後贏埋一個精英碗2級賽啊，贏埋精算暴雪、包裝天象啊、氣勢等等。咁呢一隻馬嚟講，今季去到高峰期啊，講緊係今季季初去到高峰期啊。咁呢好有心得，其實即係自從我贏咗3場之後，即係10月26號啊，即係最新一次贏嘅時候，咁就之後去到11月23號嘅時候啊，咁就中間隔咗1個月，體重方面啊重咗好多，佢本身1210幾磅，重到1240幾磅，重咗30磅1個月之內。一個即係重咗咁多嘅情況之下，咁隻馬開始，其實阿希斯啲馬咧，通常都好少會真係 keep 住一個好好嘅狀態，即係佢都係間唔時咁樣咧。咁就呢一隻馬，我覺得今次嚟講啊，即係上次啊，即係去到1月1號啊，跑完嗰一場1400米真情啦嗰一次，咁啊跑3級賽啊，華商會挑戰杯啊，嗰一次之後1250幾磅，咁即係1個月之內由1250幾磅減到而家1213磅，重我聽到成42磅。隻馬開始瘦身，喺操練模式隻馬係頭啊，啲希斯其實唔算係真係太過很粗啊，即係反而呢隻馬係比較一個溫和啲，同埋係
循序漸進地，即係令到隻馬咧，即係慢慢有翻個狀態，肌肉線條又睇得出嘅。基本上咧，大家睇翻嗰一課集啊，即係嗰一課同埋呢一個從化草集啊，講緊即係1月16號嗰一課同埋舉步新風時，即係馬相比1月1號嗰陣時咧，即係跑嗰場華商會挑戰杯1400米嘅時候咧，隻馬係明顯收身咗，即係有翻啲態可以話係。咁就嗰一課集就出閘好快啊，咁即係沿途守喺啲居中啲位置啊，咁最尾一擁而上啦，僅敗於舉步新風啊，即係嗰一課集。咁就隻馬嚟講有追勢嘅，但係我喺度諗緊，其實首先希斯有2隻馬，嘉應高升好有心得，會唔會馬房 Q 或者呢一隻馬其實有狀態的話，其實夠唔夠跑嘅？即係有狀態就一回事啊，隻馬實力去到邊度一回事。呢一隻馬曾經何時贏得2級賽啊？咁就贏過一場即係精英碗啊，即係二級賽咁樣，咁就贏嘅對手嚟講就咁當然有呢個精算暴雪啦，亦都有嗰時巴道奇嘅舉步新風啊、嬌陽明區等等。級數嚟嗰人哋未必真係搏到太盡，我覺得呢隻馬可以試一試 OK，因為其實我第4選咧都係喺好有心得啊同埋呢隻幸運有你嗰度揀嘅，咁就講埋後面先啦 OK。咁啊6號啊，咩第一啦？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我覺得今次嚟講都比較順適少少噶啦，即係佢8200米時間1分08秒0啊，咁樣呢個時間嚟講絕對都係即係同其他對手嚟講係最慢嘅時間嚟嘅，即係1200米做出。咁就即係上個季尾好強啦呢隻馬，即係連贏2場啦，巴道潘頓咁樣，谷草1200啊，山田1000咁樣，即係去到今季嚟講分數摸頂㗎，基本上呢隻6歲愛爾蘭馬，咁就近呢幾場都係比較大敗少少啊。咁就連輸2場之後咧，上場又出咗1月4號啊，即係沙田1000嗰一場3級賽楊子京短途錦標，咁嗰一次又我覺得巴道奇啦，咁就1000米都輸到咁樣，我覺得又可能咩重磅，我覺得不得而知啊。輸6個零馬位嚟講咧，即係就比較真係可能馬身狀態方面即係比較順適少少去到今季。咁之後其實呢一隻馬會唔會復，即係呢一隻馬會唔會復甦嘅？佢話係今次揾阿蔡明少騎喎，即係唔係揾阿巴道騎，咁就快跳2課咁快跳少咗4跳，即係少咗4次，我覺得又呢隻馬未必揀得到，即係就算佢翻得上季季尾嗰種當鋭巔峰嘅狀態嚟講，都未必夠呢班對手跑，始終出馬又少嘅一場。咁就7號啊，幸運有嚟呢一隻馬就係、亦都係啦，即係上次出完呢一個浪琴短途啊，即係短途嘅浪琴短途錦標之後啊，搞成40幾日之後再出。呢一隻馬其實我自己評價為即近呢幾次啊，只有檔位問題啊，咁就唔係咁理想。咁就上次出過12檔啦，咁再之前又出過9檔。呢一隻馬留得太後，我覺得咁就咁今次咧就鳳凰星繼續騎翻啦。咁就我覺得今次始終出馬少，呢隻馬其實出馬少嘅情況之下咧係好易跑好多。呢一隻馬追勢嚟講唔錯嘅。例如我哋前次嘅2級賽啊，即係呢個馬會短途錦標啊，咁就最尾啊留得太後啊，始終鳳凰星冇辦法9檔，咁就21秒9，咁相比之下就最快係佢嘅啦，即係相比嘉應高升22秒啊，舉步新風22秒1啊，即係嬌陽明區22秒1啊，精粹步數22秒2啊，等等人講呢隻項目有嚟講，如果論追勢嚟講，絕對唔差，狀態都有。去到呢個雖然去到呢一個咁嘅1級賽啊，即係成班都係最強嘅馬，全香港最強嘅短途馬，但呢隻馬都不遑多讓啊。咁就最佳時間1分07秒9啊，呢隻1200米，咁就呢個時間就係喺上季嘅時候做出嘅，即係102分嘅時候。我覺得今次即係近呢2次即係檔嘅問題只可以講，因為上次嚟講，即係啱啱講完前次馬會短途錦標，即係去到其實上次嘅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嚟講，呢一隻馬最尾衝翻22秒5咩？同程嚟講都係僅輸於嘉應高升同埋金鑽貴人啊！呢一隻馬其實基本上即係小馬嘅場合留翻前少少的話咧，即係唔好留咁唔係留咁後的話，我覺得有得追嘅隻馬有得鬥。咁就上次即係出完之後咁就試埋課從化草集嚟講，隻馬身都靚嘅，絕對即係沿途都係喺前面走咁樣，之後就順江大放啦，咁就馬身狀態都幾好。呢一場嚟講，我只覺得咁就7隻馬嚟講啦，咁就嘉應高升絕對要揀啦，毫無疑問地。咁就舉步新風其實同精算部署基本上都要揀。咁就第4選都係落喺好有心得或者幸運有利之下，因為2隻馬嚟講都絕對係有權第2嘅絕對。幸運有利就會冷少少嘅，但係最後我都
都搞翻好有心得啦。始終我體重方面到1210幾磅，呢一個係真係跑得最好同埋季初嘅時候嘅磅數嚟嘅，肌肉線條都收晒身。相比真係近呢幾場啦，即係近呢個冬天啊，即係啱啱過去呢個冬天嚟講，就真係輕翻唔少。狀態有好有心得，咁就揀呢一隻啦。咁就最尾我都係推介啊，即係4年華及4龍賽推介4隻算啦。呢隻馬呢一場始終7隻馬嚟講咧，唔通推介5隻咩？俾人鬧咧就唔中。咁就1號嘅嘉應高升啦，3號舉步新風，4號嘅精算暴雪同埋5號嘅好有心得啊。咁就希斯揀2隻啦 ，OK。咁就去到第8場嘅1600米董事杯。咁董事杯嚟講就喺前面走嘅馬都係鴻運帝王㗎啦，呢隻馬應該都今次抽咗1檔咧，我諗應該快放吧，呢一隻鴻運帝王慢放咧應該係。咁就另外前面走得遨遊氣泡喎，呢一隻都係平時跑法方面都係喺啲前少少比較好啲，啲3344位置或者咁就足面亦都係啦，咁就巴道騎今次。咁就膽方面，我覺得都係揀翻呢一隻即係跑一片都講咗8號嘅竹園，我覺得係今次嚟講都5歲當打，始終持續最冇中嘅5歲正常嚟講係大熟大勇嘅，即係5歲6歲咁樣。咁呢隻馬今次係重配巴道啊，咁就上次啦，即係跑完呢一個上次嗰個一哩錦標。咁就今次嚟講重配巴道，操練功夫巴道完全摸到實啊！當然呢隻咁嘅真係馬王級嘅馬，快跳多貨啊！時間嚟講都幾好嘅，23秒8、23秒9等等。咁啊試埋貨1700米嘅谷草閘啊，即係巴道咁樣，咁就沿途啊留喺啲厚啲嘅位置啊，咁就最尾一擁而上直路嘅時候，咁就隻馬嚟講狀態絕對當鋭到不得了㗎啦！咁就都同埋一隻超勁雄威啊，即係3段3段咁拍跳咁樣，都肯走嘅隻馬都絕對，咁就最佳時間1分32秒5啊！同程嚟講，1600米沙田嚟講真係冇一隻馬過佢快，即係浪漫勇士1分33秒8啊，遨遊氣泡1分32秒8啊等等咁樣。竹園清鮮啲，排第1名 ，OK。咁之後其實就2隻啦，即係比較年老啲嘅馬啦。浪漫勇士8歲啊，其實8歲嚟講係咪真係差不多係時候一個改朝換代咧？但係其實隻馬就冇咩可能有少少退步嘅，但係隻馬依然都係非常強橫，可以話係即係浪漫勇士，即係納全都係3分釘，即係睇 NBA 咁樣咧。洛杉磯湖人阿邦詹士雖然41歲啊，而家今年，但係依然都好打得。你話佢係咪真係好number one？ 其實未必 number one 嘅，但係實力方面係絕對 keep 住喺啲第一線嘅水平咯。即係考慮埋金春60當年都係8歲退休，即係贏埋即係輸咗嗰一場跑第4嘅富衛保險冠軍1哩賽嗰一場，咁就黏地啊嗰一次。咁就今次嗰浪漫勇士，我覺得8歲呢一次嚟講，我覺得都絕對你真係。基本上，如果睇翻即係上次跑呢一個香港杯嗰個咁嘅水平啦，之後就操練嗰種時間啊，同埋試埋課閘嗰個咁嘅追勢啊，即係沙田泥閘1200米布文試嗰一課閘咧，基本上係真係完全冇咩特別大退步，係隻馬依然都係非常當打。感覺上呢隻馬當然要揀啦，唔揀俾人鬧啊。係唯一隱患就係真係1600米。呢個1600米係一個好大嘅考驗。2000米嚟講，浪漫勇士係一定係即係基本上係可能喺竹園之前。但如果跑1600米嚟講咧，即係浪漫勇士夠唔夠竹園跑咧？1600未必夠，我覺得。咁就排第2，我只覺得，因為浪漫勇士絕對即係無論跑1600又好，2000又好，即係論往績論個狀態嚟講咧，都絕對會比遨遊氣泡稱先少少嘅。咁就去到2號遨遊氣泡啊！咁呢隻馬其實就今年7歲啊，7歲嚟講就即係近呢3次啊，即係由初出嗰一次啊，即係潘明輝10月19號騎嗰場沙田錦標1600米嘅2級賽啊，即係呢個可能即係135磅啦，即係呢個磅數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困擾啊！咁就嗰一次嚟講，基本上都係金牌而回啊，完全無甚表現咯，可以話係。咁之後出現2次啊，咁啊上次前次啊11月23號嘅中環香港馬會杯啊，咁就輸俾咗浪漫勇士啊，雖敗猶榮嘅其實，輸個零馬位啊，咁就2000米當然你唔會跟浪漫勇士跑啊，絕對，咁就何況你遨遊氣泡轉到潘頓，並不是麥道攞騎呢一隻浪漫勇士，咁就之後上場啦，咁就連續3次贏甚至勇進嘅 OK， 咁就由本身23年12月啦，即係24年12月啦，緊敗於即係25年12月都3次嚟講都輸俾遨遊氣泡，甚至勇進，咁啊最尾揮 back。其實睇隻馬嚟講，我自己覺得啦，即係
唔知係隻馬問題啊，定係潘頓問題啊，咁或者人馬配搭問題啊，不得而知啊。隻馬其實係相比上季即係用多咗，我自己覺得，即係自己純屬，即係純粹自己推測啫。我覺得用多咗，即係上季就3冠嚟講對隻馬負擔頗大，即係真程跑2400嚟講，咁就。呢隻馬都係之前即係講緊5歲嘅時候都去外地跑咗幾場啦，即係浪漫勇士都係啊，即係外地嗰度遲咗咁耐咁樣。所以尾金槍60講真你都冇跑過外地賽，即係永遠都留喺沙田。咁其實8歲嗰退休嘅話，咁浪漫勇士其實都算幾犀利㗎啦。即係其實你去到跑外地跑咁多場，又翻嚟香港，即係跑到8歲嘅，依然贏到呢一個香港盃，同埋而家即係睇啲神課啊，操練嚟講咁對版基本上。澳遊氣泡我覺得係退步方面可能會比浪漫勇士更加多，咁就今次嚟講其實如果你話真係祝願浪漫勇士、澳遊氣泡3隻，即係邊一隻最大機會甩呢一條4連環及4重彩？你話我可能會揀澳遊氣泡，雖然好衰咁樣，但係我自己覺得係比較大機會少少。始終你真係7歲同埋真係搏咗太多，所以俾祝願而家5歲啊，即係屬於當打水平咁樣。咁就之後就3號啊，金鑽貴人啊，咁啊梁家俊今季都繼續即係同呢隻馬都係絕對都係騎翻咁樣。咁就呢一隻馬其實今次真程16，我自己覺得就幾有機會嘅，即係真心咁樣。咁就本身佢呢一個血統方面啦，即係其實父系嗰邊都係1400至1800嘅，即係母系嗰邊亦都去到好長都可以，即1里或以上亦都可以獲勝咁樣。咁就呢一隻馬其實上次嚟講啦，雖然52倍開跑啊，即係上次跑呢一場就浪琴香港短途錦標，咁就輸俾嘉應高升啊，精算暴雪舉報心風。咁其實呢一隻馬留喺後面㗎，即係而家跑法轉咗嘅基本上。本身呢一隻馬即係你後生嗰時啦，即係未傷之前啊，咁就都係喺前面領放啦，咁之後慢慢就喺啲居中啲啊跑咁樣。咁而家去到真係生涯後期啊，即係基本上都係而家雖然7歲，但係都基本上都太大嘅年紀，咁就變咗冇乜前速啊，喺後面追。上次嚟講都係影相緊輸舉報新風啊，最尾時間22秒2，呢個時間係非常吸睛嘅，佢話係咁就舉報新風22秒9啊，咁就嘉應高升啊收緊22秒5啊，精算暴雪其實都搏嘅，最尾都22秒3咁樣。因為金鑽貴人其實論狀態嚟講，同埋佢嘅盤嘅方面接報得好高。今次真程16啊，暫時啊，即係未講賠率添喎都27倍啊，即係金鑽貴人。其實當然啲賠率唔係真嘅啦，講真，即係聽日跑啊唔會有賠率㗎啦應該。咁啊暫時浪漫勇士2.2倍啊，大熱門絕對係嘅講真。澳遊氣泡3.2倍啊，祝願就6倍咁樣。overall 嚟講，金鑽貴人就27倍啊，好抵搏啊呢隻馬。27倍嚟講係暫時賠率方面就基本上都差唔多最冷嗰一隻㗎啦。鴻運帝王熱啲正常啦，標誌銀河熱啲熱正常啦，美麗同鄉熱啲都正常嘅。咁就金鑽貴人接棒率分別好高，最尾衝翻出嚟一分段時間嚟講唔錯。呢隻馬其實去到而家呢個歲數7歲嚟講咧，跑1600係可能會比1200更加啱嘅。咁就此消彼長之下，跑法轉咗後上啦，我覺得 OK 嘅隻馬金鑽貴人。咁就揀呢隻3號啊，始終呢隻馬當年都係好強嘅馬，絕對係即係而家嘅嘉應高升嘅8成咯，即係巔峰時期咁都贏晒一級賽㗎啦，即係贏埋復日嗰啲。講真，雖然唔同年代，咁亦都係當時短途係冇乜對手，呢個金鑽貴人。咁就千六，我覺得要揀嘅4連環及4重彩要揀呢一隻馬。OK，咁之後就4號啊，美麗同享呢一隻真係老馬嚟講都算非常唔錯啦，即係去到呢個歲數 keep 住呢個咁嘅評分，高峰時期嚟講都係輸俾呢個加州星球咁樣咧。咁就即係而家加州星球都退役咗好耐嘅，咁即係美麗同享仲跑緊，仲係大1歲。咁就上季8歲嘅時候啊，咁就贏咗人3級賽啊，即係1500米嘅精英點咁樣。咁即係去到今季嚟講都狀態方面就比較平穩少少，可以話係。咁就輸又輸得唔係太遠，但係又狀態嚟講未必夠呢班對手跑喎，我覺得即係。顧之前即係有3隻怪獸馬啦，祝願浪漫勇士、澳遊氣泡之外，其實我覺得相比之下金鑽貴人個機會啊，會比隻美麗同鄉會大少少。咁就上場啦，跑完1月14號啊，即係嗰一場1月杯啊，咁就都相隔都係10零日到，其實基本上都出得頗密啊，可以話係。咁就都係踱步啊、游水為主，冇咩特別啊，呢隻馬都冇乜點揀都。
唔好揀得過，我覺得。咁就呢一隻馬都唔揀，4號嘅美麗同享。咁之後就5號嘅鴻運，其實之後都係5號鴻運帝王、6號標緻銀河、7號直線力山同埋9號陽光勇士，睇下揀多邊一隻啊？我覺得咁就呢一場嚟講揀5隻嘅。其實講睇操練嚟講啦，即係呢4隻馬啦，即係鴻運帝王、標緻銀河、直線力山、陽光勇士都係差不多，即係啲操練嚟講好對版，快跳靚，拍跳勁，試埋課習嚟講啲都有追勢，實力係有。唞嘅時間亦都一模一樣，唞咗42日之後再出。但係標緻銀河喺後面追嘅，陽光勇士亦都係，直線力山亦都係。咁就騎練配搭方面，標緻銀河就今次係轉咗幾人安啦，係搏殺騎師嚟嘅，咁就鬥志鮮明嘅絕對，即係尤其呢啲咁一級賽啦當然。咁就直線力山方面啦，即係轉咗一脈文堅啦，咁就其實呢一隻線力山咧，即係本身啊黃志雲嘅時候啊，即係講緊即係季初嗰一場啦，即係1600米嗰一場。10月19號嗰場沙田錦標嚟講啦，即係打開篷眼罩、除頭罩咁樣，咁就企得幾好嘅，最尾都有追勢跑到第4咁樣，仲要80倍啊！咁就之後嚟講就戴翻呢個頭罩啊，即係希斯咁就即係轉咗初希斯之後戴翻頭罩，除翻個開篷眼罩咁樣。咁今次就沿用翻即係上次嘅即係10月19號沙田錦標嗰個裝備，戴翻個 V 咁樣，除翻個頭罩。咁就眼罩唔係頭罩，講錯。咁就呢一隻馬嚟講啊，即係直線力山、標緻銀同陽光勇士，我自己覺得就會排後少少。參考翻之前個形勢跑得好，可能真係有啲快放馬喺度。即係例如好似和平波啊，之前嗰啲和平波嗰啲一味放啊，客火奔馳啊，即係呢啲馬咧喺前面一味放咁樣咧，即係可能受惠於呢一個步速偏快咁樣咧，咁就會吃着一啲甜頭咁就。但係今次嚟講啦，即係你有冇和平波，有冇客火奔馳，得翻啲鴻運帝王咁樣，同埋鴻運帝王其實自己放的話，就參考翻之前自己放嘅成績方面絕對唔差㗎，絕對咁就例如好似上場啦，即係呢一個就跑第3嗰一次啦，即係呢一個一哩錦標，咁就澳遊氣拋喺前面，咁就跟前跑咁樣，鴻運帝王就狀態都有啊隻馬，咁就跟前跑第3最尾。今次嚟講冇晒啲放，即係一啲快放馬嚟講，鴻運帝王應該會有比較着數少少，如果睇形勢的話，咁就加鴻運帝王會比其他馬我覺得就比較好少少，因為你標緻銀河啊、直線力山、陽光勇士都係即係論狀態都係相差不太遠。咁就揀呢5隻啦，即係我會揀邊隻稱先啲？祝願啦，浪漫勇士會可能稱先啲嘅，其實指定可能祝願會排第1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就另外就浪漫勇士啊，咁另外就澳遊氣拋其實可能排第3咁上下啦。金鑽貴人係一隻有啲機會都係啲 X Factor 嘅，即係有啲 NBA 上面 X Factor 嗰啲不明朗因素嘅金鑽貴人真情千，我覺得幾有機會要拖埋呢一隻金鑽貴人。咁就鴻運帝王咯，我覺得即係第4、第5之選就係金鑽貴人同埋鴻運帝王會比較稱先少少。咁就重複多一次先啦。咁就第6場啦，呢一個8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，咁我就揀4隻啦。嘉應高升就第1嘅指定，咁之後就另外個3隻就係一隻3號啊舉報新風，4號精算暴雪同埋即係輕翻少少嘅都有翻啲狀態嘅5號啊，好有心得啦。幸運有嘢都 OK 嘅，大家都可以拖埋嘅，但係7隻馬我唔推介5隻啦，即係太多好似咁啊，推介好有心得算啦。咁如果幸運有你跑上嚟我都抌心口可以話係。咁就即係第8場嘅董事杯啊，即係呢個3冠頭掛，我就排祝願會比較稱先少少咁啊。祝願之後浪漫勇士啊，即係2隻都係串 Q 咯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就另外3隻就睇下大家點樣拖啊，即係就澳遊氣拋啊2號啊，之後3號嘅金鑽貴人同埋5號嘅鴻運帝王，咁就係今次嘅馬前跑推介。OK，咁就希望大家都好運啦。好，拜拜。